案件一定会起诉的，好不好？听清楚啦！我有说判多久吗？我有讲这个话吗？我没有讲，我只是讲说，我告他的案件一定会起诉的啦。好啦，恁就看，恁有听我讲的话嘛？看有影无影嘛？有准无准啦？我法院行啊久啊，我会无了解吗？对不？对吧？啊，你是咧气哀啊？你气啥笑？啥物？我去甲你挑衅？我甲你挑衅啥？我只不过是开庭开煞了出来外口，吼、啊！我甲你答，我敢有甲你安怎？我甲你安尼啊？我讲啊，你毋是讲拄着要安怎？啊，拄着要安怎？我即马伫你面头前来落来拉骹，你毋是讲要甲我安怎？又来啊！我等你啊，对无？啊，我落来拉骹，我先落来，我伫拉骹食薰。啊，食薰你向向行过来，啊，行过来，恁爸当然啊，恁爸物件就压出来啊，啊无你想要安怎？你挖过来啊嘛，挖过来意思要甲恁爸枪绑啊嘛。林元才哥你哦，啊，啊大库村啊，啊恁爸即马甲你讲啦，开庭你上好出来啊，哦，莫比个牛空，哦，莫臭喙，哦，你就知影。哦，你上好出庭，哦，我要看到你真面目，你上好敢要出庭，哦，我会请你食肯德基，配可乐，哦，我会请你，哦，无讲啥，我是要请你食肯德基哦，肯德基，你有法度食几桶，我请你食几桶，甚至请你啉可乐，我请你啉可乐，哦，好呆的，哦，好呆的，你就哦，味又好，哦，不是，我是觉得说，当然的，这个感情啊因素，任何人都没办法介入。哦，那当然了，双方都有错啊，而不是单方面的错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是对的啊，我都是错。他总共告我几条？告我，告我5条，她男朋友告我2条，总共7条，对不对？告我2条恐吓、妨碍自由，一条妨碍秘密罪，一条那个什么保护令，申请保护令。对，我今天早上才去开一庭保护令，然后下午又开一庭，开2庭。对，不是啊，你讲话讲出来，你不要在那边乱讲话嘛。他的直播没有删啊，相信大家都有看到。我拿辣椒水喷她男朋友了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喷他？他说我喷他，那这个话是不是都乱讲的？哦，白生话，哦，白讲，对。好歹你有规定，你有出来就对啦。哦，我会请你吃好料，对啊。哦，啊，你嘴巴不用揪啦，真的啦，你嘴巴不用揪，嘴巴不用揪。对，其实我简单说啦，佩奇不是啦，怎么讲？哇，我真的很不想要讲啊，但是我真的没办法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讲一下。从头到尾，其实我们的事情来龙去脉你也了解，你有参与到了。还有一个女孩子也有参与到，但是那个名字我们不要把人家讲出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不要把它扯进来，咱袂使破人的差点，因为毕竟较早捌听过咱袂使改名供出来了，我们不要干涉他人了。你们2个其实最清楚，那我也没有说叫你要出来讲了怎么样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无关，你知道就好了，因为你看在眼里，从头到尾的始末经过的原因，你最清楚。好，你不要说帮谁讲话，站哪一边。当然的，我徐伟明也是有错，好，事出必有因，我家己嘛有唔对，我家己嘛有所在爱检讨。问题因，
哦，因为旧年甲即马为头甲尾，因拢毋捌咧讲家己毋对，哦，拢指责都说对别人的错，他们都从来没有承认自己错，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。哦，我讲啥？我讲话无私心吗？你较早你上早期，你甲高雄嘛要搭，甲台南的嘛要搭，甲中华嘛要搭，甲北部的嘛要搭，敢无影吗？包括线顶的，不管是查甫查某，甲你出来食饭，甲你唱歌啉酒，较早拢足好，甲后壁变了安怎样？拢拍歹啊！我讲的无私心吗？我讲的有乌白讲吗？啊！你刷落来，你伫咧直播顶管讲啊，是因为你呀、啊？安怎？什么叫做因为我啦？啊，意思恁的代志拢是因为我引起就对啊啦。啊，什么代志拢是因为我甲恁害就对啊啦。恁讲的什么咧鸡掰话，讲的什么干话，啊，刚美术讲拢都是我在害你们，对不对？啊！你乌龟的，啊！你讲我安怎样？啊！讲我炸辣椒水，啊！辣椒水是安怎样？啊！啊！你毋是共款咧笑遐个警察？啊！警察嘛拢炸辣椒水呢，啊！佫身躯佫炸枪的，啊！你毋要叫伊拢，你著叫警察，咱台湾的政府警察咯，身躯莫配枪，莫炸辣椒水，用拳头舞的，安尼对无？是毋是安尼啊？啊！你看到我炸辣椒水，你敢我来吗？啊！啊！你毋是酷为后壁倒退，有无？啊？有没有啦？你有没有一直往后退？你毋是足冲的？啊！你创啥？你会惊啊？没有啦。现在就是说，当然的，我不是说在批评别人怎么样，只是说哦，他们哦，在我的感觉，他们已经网络玩疯了，对，他就想要蹭人气，对，真的，啊，开直播都讲他们对的，啊，别人都是错的，对吧？好啦，啊，你就我来讲，我最后要送你一句话。我毋是讲我是检察官，我嘛无讲我是法官，吼、啊，到时阵你看你收到的那个法院的传票，是不是写起诉书？是毋是甲你起诉？和我讲的一模一样无？因为我刚听迄检察官咧讲迄口气哦，迄声哨哦，迄面手哦，我就看有啊啦。所以我甲你肯定200%，这条你一定去用起诉的。绝对承认一定起诉的，哦，真的啊，你相信我，哦，相信我的专业，哦，相信我的专业，拜托你相信我的专业，你一定被起诉的，哦，不要紧，啊，我有法度我就去缴，无法度我做劳动服务尔，你听有无？啊，你甲我无共，你一定爱去缴的，因为你还有囡仔，哦。你听有无？啊，还有你身躯边的爱人，哦，啊，你要紧欠钱，钱快点存多一点，准备交给国库。知道的，知道。乌白讲话，讲我摕辣椒水喷恁腿啊！小话莫乌白讲啦。伊个我都徛喺边仔讲话，喷落去伊就倒落去啊，喷落去就拍落去啊啦。所以你唔好乌白讲话，好不好？我刚刚就已经讲过了。开庭出来，我们开了1个小时啊，检察官气得要命，气到婆婆喘。我嘛有骂，我也被骂，我也被检察官骂，他也被骂。对啊，检察官很生气，
啊，你们是嫌我们事情太少就对了，啊，浪费国家资源，疫情感染的那么严重，大家都没办法出国了，你们现在这样子是怎么样？那开完庭出来，我没有挑衅他。开完庭出来，我真的没有挑衅他，我无该挑衅啦。好啦，准我唔对啦。他开完庭走出来之后，我只是这样子，线上的朋友，我这样子，我该后边该打。我讲啊，你唔是讲吼，伫直播顶管讲路头路尾卖小堵，啊堵着就知。啊，我即马互你堵着啊，咱就来开讲啊，对啊，你唔是讲要甲咩拍，啊我互你拍，对吧？啊落来我食薰甲阮朋友开讲，头5分钟伊拄行落来。哦，行过来敢袂输迄酷势的敢袂输敢安尼记的呢？就行过来啊行过来要安怎样？啊，行过来当然啊，我保护家己啊，我物件当然摕出来啊，摕出来你领下击败，你毋倒摕，哎，啊你有倒摕无啦？你有倒摕无啦？你家己讲啦，你有倒摕哦，莫蹛遐转啦，你转恁娘老鸡掰啦，你有转啊潲？啊，我都不能跟朋友跟他陪我去吗？你们都可以请朋友陪你们去的，出门也都一票人，我只有请一个朋友陪我去，这样也有话讲。好，朋友陪我去，这样也有话讲，不行哦，人家不能陪我去哦。不能吗？人家不能陪我去吗？干你屁事哦！真个啊，你无影咧外用啦，毋是讲你袂讲话嘴臭啊样啊，你无影外用啦，正经个啦。你袂堪要当迄一粒豆啊啦，我著甲你讲过啊，毋是讲我讲话直歹啦。你袂堪要当迄一粒豆啊啦，一粒豆啊你著爱拍落去啊啦，你外用，你直歹用干啦，你外用。某人3粒就倒啊啦，你4粒你就拍落去啊啦。哦，我没有恐吓你哦，我也没有说谁哦，我说哦，你一颗豆子你就倒了啦。你莫啊，甲你要话转啊笑啦，一粒豆啊，你就爱转去啊啦。你咧转啥笑？干，转猪油皮啊！什么时代啊？搁咧订高机，订你娘咧老鸡巴咧订高机，干你娘！你会不会活在以前的20年前的、30年前的那个世界里呀？订高机，装作小朋友订高机哦。直接中啊小啦！一粒豆啊，互你哦，送你哦，你就爱倒啊！你咧干你娘！你咧转啥小？你转鸡掰啊！转啊小！我用。哦，啊袂要紧啦，你甲我过，啊我嘛有甲你过，对无？啊袂要紧啦，啊国家即马当欠钱袂要紧，嘿啊，大家拢缴互国库，啊咱才会百姓才会快活，国家才会稳定，才会幸福，安尼听有无？你今仔日你有去检察官骂无啦？你有没有被检察官骂啦？
有没有被骂啦？你有没有被检察官骂啦？笑死人了！检察官在问你话，反应那么慢，啊啊啊！人咧讲东，啊你咧西；人咧讲南，啊你咧讲北。你就干脆直接回答一句话嘛，报告检察官，我承认自己也有错，这样就好了嘛。你废话那么多干嘛？讲的你讲的哩哩扣扣，讲的胡须啥？检察官是要听讲这件代志的重点，无咧听你咧讲迄什么过去流程，什么咧过程怎么样，迄个废话啦。伊嘛讲到明仔载嘛咧讲，对无？人像我唔是讲我较后讲话，但我讲话就有大势，就有礼貌。报告庭上，检察官，为了耽误你的宝贵的时间，我有几样要补充，讲重点啦，讲重点啦，讲迄废话伊无咧甲你听啊多啦。恁阿嬷、恁阿公、恁阿祖，迄甲伊什么关系？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我甲你教啦，法院加加规纸，你就有经验嘛，你就较会晓讲话啊啦。讲甲落长，讲甲侪鸡同鸭讲。对啊。看迄检察官的面手，你就知伊咧袂爽啊嘛，你就唔好白目，因为他的个性比较急性子，因为他每天的案件太多了，他也是有压力，会烦。啊，你会口才哦，别人我唔敢讲啦，那你会口才哦，你的口才对我袂着啦。很单纯，你好，晚上好。哎呀，你的口才哦，真的啦，输我太远了。你的口才啊，输我太远啊。哦，会记的，零抓啦，不管检察官咧甲你问，法官咧甲你问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安尼对啊，剩咧免讲啊侪废话，迄拢加了时间呢。哦，你有没有认为你恐吓人家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认为恐吓？哦，你就简单一句话嘛。我也是坦然的面对，我也是跟检察官讲说，检的歹势哦，我去人槟榔担共压金纸，压两届，哦，我嘛唔对，我家己嘛唔对，我家己嘛爱检讨，我唔对，事出必有因，有因才有果，安尼伊就无我甲你问啊嘛，啊你咧讲迄无数的，你娘！听了伊就杜烂啦，莫讲伊杜烂，我若是检察官，我听了就杜烂啦。本来是不爱甲你起诉的，敢听你的口气、讲话、回应、应对，我就甲你起诉啊！乱七八糟，乱七八糟。欧北来，只有开你们的庭而已吗？别人的庭都不用开了吗？还是嫌我事情太少？
告来告去。当法院这个检察署、侦查庭当作是什么菜市场哦，还是大卖场？啊，好呆的，你免咧臭嘴啦！哦，规定哦，我想看你本人一下，对啦。啊，时阵哦，我请你吃肯德基，然后请你喝可乐。哦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废话我也不多说了，我就重点讲一讲啊。哎呀，检察官都是针对案件，针对今天是什么案件，你就为了这个案件回答就好。你莫去讲去边仔去啦，伊咧管他你咧安怎样安怎样，伊无咧甲你听迄啊，伊是听你今仔日这个案件的代志，你甲伊扯到那么远的，伊加拄咱尔。真诶啊！啊，姓李的，我甲你讲啦，我相信你即摆伫内底咧偷看偷听。我头到尾无甲你男朋友喷啦，啊，你莫黑白讲啊！你不要乱讲话啦，我根本没有喷他啊！你不要在直播上乱讲说什么我喷他，你拿出证据啊！谁喷他？你看到鬼谁喷他啦？我现在也没有得意，因为我毕竟我还有很多的案件，7件，都还没有开庭，所以我没有笑，我也没有笑他，我没有笑他，我没有笑他。讲话要凭良心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哦，检察官的人哦，其实哦，伊足爱的人哦，唔对爱承认，敢做敢当，他就会从重量刑，从轻量刑啊。啊，你若个唔承认哦，伊就袂爽啊，起码就歹，就甲你起诉啊。啊，你听有无？我甲你教学一个哦。虽然我的读书我没有读很高，但是这个是基本常识。没有常识也要有知识。哦，啊，不然也要看电视，懂打懂。哦，啊，谢谢大家啦，耽误你们很多时间，让你们进来看直播、看笑话。对，我今天会开这个直播是要澄清，哦，他刚刚在讲的话不是事实。对，食晒你用干啦，你也失败啊！哎呀，啊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平安顺心，大家每天都快快乐乐。庆哥晚上好。哎呀，代志哦，一体两面啊，不要只看单方面啊。对啊，有的人拢认为讲我咧欺负查某囡仔，啊，实际上恁了解偌济，恁知影偌济。没有2个铜板拍不响啊，好不好？不要每次说人家去骚扰你啊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？好吧，啊，其他我就不想再讲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
对啊，我现在跟你们400多位好朋友报告，我的账号昨天又被检举了，又锁1个月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也认了，不能 po 文，不能直播，不能分享，不能按赞，对。然后粉丝团也被人家检举了，也被收走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都一无所有了。我今天是跟人家借账号来开这个直播，对对对。陈哥晚上好，恁唔好都伫咧后边做一寡垃圾代志啦，真诶啦，你甲我检举无差啦，我加是卖开尔，卖直播就好啊，我也无差。我也无差，我毋是靠网络咧趁钱啊，我卖直播尔，无看好了，卖开尔，对啊，袂使直播就袂使直播啊，没有差。I don't care, no three no four。好呆的啊，你真正啊，山顶任何在座一个人哦，拢有资格讲我，就讲你这个死大箍，你笨手，干你命老鸡巴，你无资格讲恁爸啦，生了就歹就算啦，喙手流甲安尼，规面皮肤歹甲要用干，专挑指，对无？讲话一个镜头，母要甲人双直播，手机去换较好，要双直播才双直播。人甲你问问题，讲话安尼啊，我袂使甲你破我袂使讲你你干你娘老鸡掰啦！你真正是阿斯巴啦！你干你娘！恁爸就咧阿斯巴啦，你搁比恁爸搁阿斯巴啦！讲话面看镜头，讲安尼啦，来帮我刷一整排笑脸，刷好刷满，安尼啊！我袂使甲你破我袂使讲你个，我袂使甲你破。恁母你鸡掰啦！你干你娘老鸡掰啦！啥物甲你双直播？你是啥物潲啦？你是啥物新闻？你叫人甲你双直播就双直播，干你娘！你是啥物卡你是啥潲？讲一句较无输赢啦！恁爸徐伟明伫咧网络咧红咧穿的时阵，你也毋知佫伫咧倒位啦！你干你娘！你佫咧数50喙啊啦！边直播边讲话，面讲安尼啦，无安怎讲啊，开双直播啊，徐伟明，你敢无？安怎？你是啊？你客来哦？安尼啊？你干你娘老鸡掰啦！你娘你臭鸡掰！你干破你呢？想吃槟榔就吃槟榔，想抽烟就抽烟，想吃喝就吃喝，你有我干你无？你臭鸡掰！你干你娘！毋知影见笑，你照面看你的面是生做啥物鸡掰？杰斯不要紧，值得同情，不是我们在欺负弱势2017年的事情了，你到现在还拿出来在使用，你是贵老百姓，你几支卡啦？你规蓝鸟去挂起来，规工咧3500，我手嘛登记啊，我手已经登记啊。我即马需要5000啦，有人要甲我斗相共无？我需要5000，我手已经这样子了，我手已经安尼啊，我手已经安尼啊啦，有人要甲我斗相共无？我的手已经这样了啦，干你娘鸡掰啊！对啊，伊迄是啥物粉钻？你啥物垃圾粉钻啦？连人去甲你看无想要去甲你看啦！你规工咧破人的烂鸟，规工咧破人的鸡掰，收人的钱，
啊，替人咧当键盘手，分享流量、po 文，你较做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一个某，哦，我毋是咧讲恁某安怎哦，一个某好好甲恁某疼探，恁某嫁互你就足辛苦啊，对无？啊，你哦，尽量去为即个家付出嘛。你互一个某，恁某伫咧300店咧共拍手枪，啊，转来饲你，饲因仔，啊，这是人讲的哦，这毋是我讲的哦。讲啥物恁某伫咧300店咧共打手枪的，有没有？我毋知影啦，遐问你啦，恁某有人拍手枪？哦，圣经的啦，迄足见效的啦。啊，真正有够下干的，迄足见，迄若恁爸母伫300店咧共拍手枪哦，恁爸才为这4条跳落去，切腹自杀。真正的，父母去300店上班咧共拍手枪，啊，干你娘！你娘见效，你见效啊！因为我有没有讲到你的痛处啊？我毋惊你讲啦，我吵就是到遮尔，我袂讲外吵，吵就是到遮尔啦。啊，恁爸咧讲你啊，恁爸一倒来甲你为心中甲你落落的，恁爸讲话比你较直歹啊，恁爸讲话就是直歹啊。安怎？你要我干你？你有我干你无啊？啊，想要吃槟榔就吃槟榔。啊，想要吃第2颗就第2颗。啊，你有我干你无？啊，想要吃第3颗就第3颗。有没有听到这个槟榔的脆声？有打有。你有我干你？你会我干的无啦？你袂我干的啦，干你命鸡掰啊！进来的先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。我现在会用这支直播，帮我按赞、抢先看。想要听八卦的，想要听爆料的，想要听男女之间的事情，来锁定我，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，不定时的会让你们比8点档还要精彩。锁定追踪，好打好。袂啦，我袂愈吵啦，正经的啦，正经我无差啦，哎呀，我无差啦。哦，先弟我无差啦，我吵就是遮尔，我吵就是遮尔。我会互某某人哦愈吵。因为我打波无差，我男生没有差啊，我会让某某人更臭，哦，我会让某某人更臭，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，你们大家都不知道啊。对啊，一旦让我又爆料下去的话，跟你们讲真的，会来一场哦，比921还要地震还要严重，绝对够地动的，真的。如果一旦要让我有一天失去理智的话，我要爆下去的话，保证一定会有像921来的地震这样的921地震，比它更严重，比它更严重。所以你们要锁定我，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。很单纯，单单填音准，很单纯，再找带。相信大家看我的直播那么久，虽然我的负面很多，那没关系，有支持我的，也有没有支持我的。但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只搞真实，
我不炒作，知道的打知道。哎呀，先生啊，我真正啊，我袂甲恁赚啦，我在爆料事情都是有震撼力的，威力有够强大的，可以说是半颗原子弹，半粒的原子弹，我崩落去拢足精彩啊！真的啊，好啦，后劲啦，收到啦。哎呀，好啦，大家紧去食饭啦。哎呀，快点去吃饭啦，吃饭啦。哎，要记得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哦。刚要看，无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，刚要看。我会用这支开直播，以后就会用这支直播，好不好？伟明永远心跟你们同在，不离不弃，永远爱你们，好不好？只要我有一天还在直播界，还有呼吸、喘气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，好不好？我舍不得离开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天没有看到我，你们真的很无聊，人生很无趣，再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打是。有你们这些朋友在我身边给我鼓励、加持，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出头天的。没有你们就没有徐伟明，有你们真好，台湾会更好。来，帮我刷一整排赞，刷一整排爱心，刷好刷满。我相信，我永远在你们心目中是一个开心果。你们给我动力，我会更加的努力，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待跟期许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深深跟你们一鞠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麻烦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。我现在会用这支账号直播，因为我的账号都被锁起来了。以后我用这支直播，我用这支直播。我以你们为荣，感到骄傲。不要洗屏啊！洗屏我要封锁了哦。那个 J 大不要洗屏，不要洗屏。哎呀，不要洗屏啊！不要洗屏，拜托一下，打一次就好，不要洗屏。我最讨厌人家洗屏了。槟榔好不好吃？不好吃啊！干你娘！我要戒槟榔了，戒槟榔，明天要戒槟榔了。对，从此不吃槟榔了。干你娘！吃槟榔会得口腔癌。哎呀，最后我要送某某人一句话哦，你不要来挑衅我，不要影射我，不要来攻击我，
不要来霸凌我，我不会去理你。OK， 啊，你要开直播，要怎么聊天，那是你家的事。哦，啊，你讲到我一次不想理你，啊2次啊又不想理你，啊3次又不想理你，啊4次又不想理你，啊第5次，啊恁爸就给你跑啊！你听好不？我身为一个男人，我一定要有坚持的风度、风范，做一个好榜样。对，不理你不代表怕你，但是你不能往我头上大便，好不好？好好替你们的兄弟姐妹想一下，替你家人想一下啦，真的啦，好好赚你的钱啦，真的啦，规工母猪母狗。好了，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我报告完毕了啊，我要下播了啊，大家赶快去吃饭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也要来洗澡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你们啊，如果哪里有做的比较不好，线上的朋友，每位的朋友都可以提出你们的意见，我会的诚心的接受，虚心的接受，对，知错能改。下一句怎么说？善莫大焉。每个人都有过去，不要拿别人的过去去造就自己，懂吗 ？I don't care。嘴巴月经哦。对啊，好了，啊，那个其他我也该讲的我也讲了，那现在就是一切让司法去处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乐观其成，哦，面对以待，绝不逃避。我比较不会讲话，哦，啊，望恁遮线顶的大哥大姐、小弟小妹多多包涵，多多见谅。哦，小弟厝外人较袂晓讲话，哦，我较袂晓讲话，较含慢。哦，啊，望恁甲我多多看教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努力，感谢。该起诉就起诉，该入监就入监，该罚钱就罚钱。对，希望真的，祝你们线上所有的朋友，每个人都吃到120岁，好，大家都平安，可以度过这个7月。互恁今年当中，互恁事事无在北京，互恁厝内大大小小，家和万事如意，家财万贯，互恁凡事拢顺心，出门在外会使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，吼，大家拢起老啊厝，吼，大家拢赚大钱，啊，互恁安尼无烦无恼，好打好。谢谢啦，谢谢你们啦，谢谢，哦，谢谢大家，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哦，我让你们平安，我不平安也没关系，好像不要紧，我是心存善念，哦，心存善念，心存善念，哦。人好不好，内心很重要。哦，有影响咧拜拜，咱就爱做一寡较好代志，唔好做一寡失去代。人咧做，天咧看。现世报的，今若无报应着你，嘛报应着囝儿逝世。吼，迄拢走袂去的啦，吼。迄真正，这个我相信，现世报，现世报，这我绝对相信的，对。我
该说的都说了，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，然后我也累了，然后祝你们真的可以，哦，有一个愉快的夜晚。对，好啊，大家拜拜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